嗨，大家好，我春芳。今日想分享腕屈肌嘅伸展運動。腕屈肌即係我哋前臂內側呢條肌肉。咁我哋放鬆咗腕屈肌咧，咁會令到我哋手臂冇咁緊張啦。咁我哋做動作嗰陣時咧，都會均衡咁樣可以用到力啦。而家我就會做示範。首先咧，譬如話做左手，我就會將左手伸翻出嚟，掌心對出嘅。咁呢個留意翻都係膊頭。手臂唔好高過我哋膊頭啦，膊頭要放鬆。跟住我個右手咧，可以攬翻我個手掌心嘅，吸氣企直翻個人，呼氣嗰陣時，將我個手掌心拉向自己個身體。咁我之後動作圖停留10至15秒啦，保持均勻嘅呼吸，之後慢慢放鬆。咁我打側做多一次俾大家睇，將我個手掌心手臂向前方伸翻出嚟。手臂不高過我哋嘅膊頭，之後右手攬翻左邊個手掌心，吸氣企直個人，呼氣右手施力將我個左手拉向自己個身體，之後動作停留10至15秒。我哋每一次都可以做2至3個為一組嘅，每日都可以重複做多次。你又試下伸展翻你右邊個腕屈肌啦。我哋下次再介紹其他動作，拜拜。